因为成长的过程里面，父母亲因为贫穷，所以要一直很忙碌的工作。可是孩子的需要都不被满足，心灵的需要不是物质的需要，物质的需要他们很努力，他们很供应，可是心灵的区块却是让孩子很孤单、很无助、很无奈。所以我很感谢我的老师帮助我看到这一个部分。那很感谢神，我父母亲很大的改变。他们现在我们回去，他们会放下手边的工作。你知道他们80岁了还在努力工作，说你们可以停一下吗？可以停一下吗？那感谢神，我的爸爸可以放下手边的工作，我们做儿女的回去可以陪伴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所以就让我们能够更有力量。甚至于我3节牧会牧到都真的是忧郁症出来了，他流浪到台北来，也没告诉我。还好他最后找到我2姐。那当我们知道姐妹知道这样的状况，跟爸爸妈妈讲，我觉得我爸爸妈妈真的好棒，他就跟我3姐说：“我们爱你。”有什么问题回来，父母亲成为你的后盾。哇，这是何等有力量的一句话！感谢神，我的姐姐忧郁症得医治的释放，现在在教会也有力量的服侍神。所以我们的心需要敞开，我们的心需要跟爱有连结，但是跟人连结常常受伤，所以我们需要跟神有连结。但是神我们又看不见，怎么连结？有困难啊。所以人要跟神有连结，首先要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有爱的连结，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化身，你们必须要有健康的生命，让不健康的人可以连结在你们的身上。所以我在希望路教会所做的，就是让那些找不到爱的孩子，能够在我的身上看到爱，就这么简单。当这些孩子从我的身上感受到爱，感受到被拥抱、被疼惜的时候，他的医治释放就带出来了。所以我在学校做那个心灵的那个疗愈师的时候，有一个孩子，我跟他谈话聊天。才谈1次，邀他来客服班，他连棒球队都不去了。为什么？教会有爱，他想每一天都来教会，所以他就退出棒球队了。还有一个孩子，他手是有障碍的，然后他非常的自卑，因为他外在内在都不健康，他连脑袋都有问题。所以他国中了，他只能读那个很简单的东西。当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孩子的时候，我说：“牧师抱抱你。”这个孩子不敢让我抱，而且我过去抱他的时候，我整个感觉真的是冰冷到极点了。他就像一块木头，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木头。可是在这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在教会。他开始会张开他的双手说：“牧师抱抱。”而且你知道吗？他的拥抱已经开始有温度了。所以我看了，我就非常非常的感动。这个孩子那种冰冷的心被医治、被释放了，真的超感动的。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具有疗愈能力的人。当你具有疗愈能力，很多人会从你的身上找到爱，你就帮助很多人能够得到疗愈、得到医治、得到释放。这几个个案是我在给帮咱的个案。这个华务部的姐妹，她因为没有办法生小孩，好几次在我面前哭：“上帝啊，我这么优秀，我考试都考第1名，台大的。
我现在是法务部的那个工作人员，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生小孩？生小孩是他无能为力的事情。他非常的挫败。我这么优秀，而且我很遵照神的话语去做，为什么那个随便乱来的人可以生小孩，我却生不出小孩？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来到我的面前哭啊，在哭啊，我也没办法让他生小孩呀，怎么办呢？我只能听再听，听完了以后为他祷告。但是感谢神，他哭一次，哭2次，我不晓得他在我面前哭几次了。到最后一次，他在牧师馆，我帮他做医治释放，做完了他出来，哇，牧师这个好漂亮啊，牧师那个好漂亮啊，哎呀，我心就觉得好舒服。虽然他没有小孩，可是他的心完全转换了。你知道，大概过1个月、2个月，他打电话给我，牧师，我有了。我说有什么？我有小孩啦，她怀孕了。哇，真的好感动啊！神让她怀孕了，而且现在生2个，刚好1男1女。所以我们看到，在神的里面有很多的神迹，有很多的医治在这当中。在这当中。然后在上个礼拜5，他又带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的来找我。我说我天哪，我也没办法给他小孩呀。但是我能够做的就是倾听，然后祷告，这是我可以做的。那我礼拜5花了9个小时陪伴另外一个姐妹，9个小时但是我真的感谢神，他这样聊完以后，他心里就比较舒畅，而且也开始愿意更多的谈信仰的东西，因为他才进教会才半年1年左右而已。所以我们看见，当一个人的心被医治，神迹奇事就会发生在他们的当中了。那这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这个家庭应该算小康。经济环境应该是不错的，然后2个孩子都好优秀，可是2个孩子都自杀，然后甚至于住到精神病院去了。然后最近那个老2又出状况，自杀，吞安眠药，然后拒学，不愿意去上学。你看这么优秀的一个家庭，却是这样的乱七八糟。后来他们请牧师去帮助他们。那我在跟这个家庭会谈的时候，我本来都是1对1的去帮助他们，我发现1对1的果效不好，我就跟他们讲，可不可以你们家人一起来？然后他们也愿意，愿意真的是得医治的起头，所以他们愿意家人一起谈。所以他们也很疑惑牧师要谈什么。说实在，我也不知道要谈什么，但是我先去了解。那感谢神，在去跟他们一起聊的过程的当中，我看见他们的心不在一起的。后来我只有用，那你们就彼此对看，用心看着对方就好了。刚开始他们看都一直笑，很难进入。后来我就拜托他们，请你们安静，然后用心看彼此，把彼此看到你的心坎里。你知道，当他们真的彼此这样用心看对方的时候，那个做爸爸的马上崩溃，因为他的辛苦这么久没有被看见，他承载了多少的压力没有被了解。他整个崩溃，然后在那个时候，孩子们看到父亲的眼泪，那个本来很刚硬的心都柔软了。在那个时候，他们有办法心连心的时候，医治释放就带出来了。所以神在他们的当中开始柔软他们的心。所以后来过了1个礼拜，妈妈来上课跟我说：“牧师，谢谢你。哇，现在我们彼此之间感情很好。”
所以在这里我看见，真的在教会里面有医治的方法，在教会里面有医治的能力，在教会里面有医治的大能。但是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成为一个健康的人，我们才有能力帮助人。因为很多人会给我们很多负面的东西，这些负面的东西会叫我们抓狂。但是当你接触到很多负面的东西，你不抓狂的时候，你医治的能力就都带出来了。所以我在我们的教会有带一个课程，叫做创伤疗愈课，目前大概有18个左右在上这个课程。那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有在这上面。那我感谢神，这些弟兄姐妹越来越健康，教会的氛围就越来越不一样，大家都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看见彼此的用心，看见彼此的努力，所以常常会标明别人的好。所以那个教会的氛围真的会感觉是不一样的，充满了爱的能量在那当中。所以我们看见，当你用你的心，然后能够打开，能够诚实，把你的心所有的一切带到神的面前，你要经历神的医治释放，真实的敬拜会带来医治跟释放的大能。所以这个我就不再多讲了哈。所以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借着用心灵跟诚实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受伤的心能够得医治，能够得释放，让我们的心在神的爱中能够重新飞扬起来。那你就会很有力量了，你就会成为一个疗愈人的人哈。好，那这时候我们来看希望路教会，为什么我们在那里设立教会？希望路是在林肯大郡，林肯大郡我们知道吗？是在大概20年前发生灾难的地方，死了大概有10几个人嘛，所以那一个地方成了一个被咒诅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的家庭很多偶像啊，然后光那一个社区里面庙就好几间，小小的社区就庙好几间，所以很多人很不平安。那我也知道这里曾经有教会进去过，但是没多久他们又出来了，因为很难传福音在那一个地方。那感谢神哈，因为学校的那个辅导处的主任有一次在戏子联导会，他就说那里很多的孩子被黑道吸收，然后很多的孩子就也染上吸毒。那希望有教会能够进去帮助他们。那时候我就邀那个社工跟着我一起去，然后去找那个辅导处的主任。那谈了以后，我们就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有教会进去。然后后来我就离开了那个社后，离开社后，我跟几个同工比较要好的同工，我们就谈一谈，那我们进去好不好？那同工也有这样的感动，好，所以我们就往那个希望路那里去了。但是我们真的一无所有，怎么去啊？真的，我们是从零开始的，1毛钱都没有的时候去。那在那个过程的里面，我本来有找到房子的，后来那一个人不租给我了，就在学校旁边呢。他后来不租给我们就伤脑筋了。好，那到哪里去呢？后来就一直走，就走到林肯大郡，到了那里才知道那里叫林肯哈，因为他已经改名字叫金融特区。那我们到那里，我们也不晓得该怎么做，只知道说从做孩子开始。那我们也不晓得孩子从哪里来，然后开始就跟学校，去拜访学校，跟学校合作。那刚来的孩子也真的是叫人很抓狂，因为我曾经也接待一个孩子，在我那里大概住了快1年吧，快1年。那才不到12岁的孩子要经常进出土城，那你就知道这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过程哈。但是神爱我们哈，也借着那个孩子，教会真的在那里大大的出名。
因为他到哪里都闯祸，学校几乎快被他翻掉了。那现在不住在我那里了哈，因为法官认为我太爱他了，所以管教不了他。那其实也不是管教不了他，真的孩子需要的是爱，爱跟公义要并存。若只有公义是不行的，所以他在土城也一再的让土城的那些管教的人都很抓狂。所以每次我去探访他看他的时候，都牧师拜托你带他回去好不好？牧师你带他回去好不好？我说我也不能说带他回去就回去啊，要有法官的那个批准我才能带他走。所以借着这个孩子，真的教会在那里大大的出名，牧师在那里大大的出名。好，我想这是神的作为，为了要拯救那地方的人，所以那里的人已经开始对教会产生信任感，好，对牧师产生信任感，所以我们在那里有办法可以继续做福音的事工。那希望在这个希望路教会，第一个我们建立一个充满爱的教会哈。建立充满爱的教会，让人喜爱来教会，有爱人就渴望要来。那目前我们的客服班已经有17个小朋友在那里，他们进到教会，在教会写功课，在教会被建造。那主日学礼拜6可以来主日学的也大概有6、7个小朋友然后能够来主日礼拜的也有2、3个。就是透过这样慢慢的引导他们那目前在客服班服侍的是我以前在社后的客服班的家长，他也信耶稣了现在成为我很好的同工所以他全掌管这客服班所有的事工，他是一个非常棒的同工。好，就是建立一个让人渴望要来的教会。所以刚刚我就分享那个孩子，哇，为了想要来教会，他就退了那个棒球队。所以我们看到孩子们喜爱来教会，喜爱来教会，然后能够成为神荣美见证的教会。这个教会具有医治的能力，所以很多人会喜欢来到这里，借着神的医治释放。很多人经历神，经历神，我真的是看到很多人在这个当中，透过创疗的课，心被触摸，然后被医治、被释放，连带的身体也慢慢的更健康起来所以愿神的荣美在这里能够得着，再来能够带下医治跟释放的大能。那刚刚我有分享很多这一个部分，就不多说了然后再来就是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这是我希望所建造的这个希望路教会，不只是在希望路那一个地方能够有宣教的大能，慢慢的我们也能够派人出去，能够做福音的事工。那目前我的那个课程不只是在希望路那个地方，我已经开始服务到彰化跟台中，所以我每个月必须下彰化、台中，去那里的教会去服侍他们，希望他们也能够得医治跟释放。所以盼望我们希望路教会真的是成为一个荣耀神的教会然后让我们两边教会借着这样的合作，能够一起见证神的荣美。所以谢谢你们能够接纳希望路教会成为你们的指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亲阿爸父神，我们真的是满心感谢赞美你。